欢收看《后生太上宫》，有吗？大家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圖書中阿中古，又到了老後生人大追股嘅時節了。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好嘅先生帶人上天堂，唔好嘅先生帶人入土房呢個計劃。從頭要看投資平台人對呢個計劃天足唔上分。呢個嘅時代上去靠30萬口嘅業績是做得穿太些，根本是冇可能嘅事情。故所有千多人想去加入投資，本自家做得錢滾錢。今日呢有請到6個後生人啦，共同來分享佢哋嘅投資心得，眾上歡迎。首先，老師小姐就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報數型嘅投資新教師阿志怡。冇關係，今日千多嘅投資熬年都多嘅片，等下都得問大家。信購咪係非常保守啊。這個部分應該是唔敢講，等一下。係，廿個都市咩非常嘅外向。非常外向。第一啦，小姐係李家。大家好，我係有錢都幫阿爸阿妹投資嘅李家。都怪呢。董有好有冇？董有好。董有好。原來你係咩係一種投資嘅方法？投本阿爸阿媽。你講有效咩係投資嘅一種方法係嗎？跟米瑞哦，等到買個虛資哦，那個房子就存下來了。哦，這樣子好像也不錯哈。第三啦，小姐都係回傾啊。大家好，我係出社會以後賺啲來投資嘅回傾。性腳趾都呢一片，以前也是性腳趾，你下冇權，你係落腳趾，你係落腳趾哦。第三啦，小姐都係白天。大家好，我係從小是本來咩吼偏向投資儲蓄險嘅白客啊。講到安陽好像有非常多不堪入目的過去，動菜改，等下到啦係再平化來分享一下。第三啦，小姐都係假年。大家好，我係東山忙大兵存錢，真可以是好投資嘅假年。香港有一段非常艱苦嘅故事，行到會點目子，然後就會不幸苦盡甘來的，苦盡甘來。最尾啦，小姐都阿小鳳。嗨，大家好，我係投資就像行棋鋪陣咁樣，係鋪鋪小型嘅小鳳。講到係正應嘅，會行棋會鋪陣嘛，要佈那個陣局，然後多等係行一鋪。下一鋪田講義會做國台名，然後最好嘅投資就有效。哦，有效，你要講廿模嘅按啲地方，哦，坦白叫佢攞錢拿本投資，唔係叫佢有效捱就留本佢。講真經，大家一開始談到像生意推人，可能談到投資呢件事情，可能會懂波數，會知道投資呢件事情。當將拿錢去打水漂嘅咁樣，不過大家係一開始談到投資，係用版型嘅想法，係用版型嘅投入嚟投資嘅路嘅，阿李家。其實我細細個時節就底下講投資股票一件事情，因為差唔多小學吧，因為我媽媽一直都有啲搞股票，幾時節佢就講嘢，嘅老師在講，你有沒有在聽那個張老師的 BB call？ 真嘅，因為我媽媽就完全係飛贏你啲嘛，我說我幾時就知道哦，佢講你搞股票會發天抽會穿太錢，媽媽行到懂年錢呢。嘿，佢行到懂面，真叫個 BB call，大家跟張老師買個連線，買個東西。哦，那你媽媽張老師哦。唔平面啊，唔平面啊，嘿！不是我幾時間我就知道哦，真嘅呢，搞股票聽到會賺錢的，因為幾時我媽媽係講搞股票有賺錢嘅話，我經驗呢就會去食東好食嘅傳統。哦，不過差唔多幾時間，差唔多係1個禮拜、2個禮拜就會食100。哇，多！對股票就這個想象覺得哦，都有錢啲嘛，不過太時間呢。就想講，跟我嚟搞股票困難好咧，唔過發現真嘅冇按軌，嘿，韓國會知道啊，跟看乜嘅逢，像底下講哦，逢勢就是漲停板嘛，強勢就會跌停板啊，像底按用聽聽，我研究一下啲東西，其實有很難我一門口長，故所我其實也就想講，我投資嘅話其實冇按軌，因為我自家對錢又會知道係講。動到錢離開我嘅話，係都冇安全感嘅事情，起碼佢咩卡冇擔掉嘅啦。故所喺個我喺投資嘅話，我就會投資卡長期嘅股票，為我用長期掉嘅幾種。韓國有上時間咩我看 YouTube 啊，講你應用版嚟投資啊，韓國應用版嚟買股票啊，一條。故所我一下咩上係報數型嘅新腳時間係知道啦，嘿，都會上係就是存。儲蓄險啊，買外幣啊，一定要投資聽聽。我說媽媽冇教你用版型投資嘅。其實冇教我用版投資嘅，佢就講你錢本愛，你錢本愛嘅本命，就講好啊，我等於。佢投資冇喺搞機啦。喺處到機係算係唔得。
耳濡目染啊，因为都按用个宽金台嘛，吼，唐妈妈按用讲，其实你问机哦，风色咯，呛色咯，他还想说红灯停，绿灯行，他们立马给涨停。因为我调摆这个时间，我妈妈有场时我讲就心情不开心，可能个跌停板嘅时间。有场时我妈妈读到个逢强灯，跟跌逢灯嘅时间，我就会安慰她说，你今天的股票是涨停板才会遇到这么多红灯哦。就小时候我会这样安慰她，或者买这个时间就对呀股票有暗有嘅影响。有啦，你有房子了，现在有。因为我谈到这个故事哦，非常的新鲜，因为我咩哦，佢係保守非常傳統嘅嗰種投資嘅個性吼，佢認為吼，嘅投資等於股票，啊股票等於一價賺錢，啊九價輸。就是他們認為，因為失去一價，該二價就唔係該二價哦，二價就係那種大企業財主，佢失去該大財主不會賺錢，那九價哦，就像我們這種小額的哈，就會輸錢，就是韭菜隨時被人收割嘛。錯，所以佢搶食我搶食嘅意思，我講吼，唔係去投資，不過咧，後來已經為我老太哦，佢大學嘅書姐去讀嘛個氣管系啊，將來佢老人講，原來個複利嘅千滾千係動厲害嘅，動。很可怕的事情咧，動地影響，真緊動地影響。因為你老千個병，真就降頭啊！你老千병落去吼，每款個漲幅啊，但強係嘅那個每年的利息是動很可觀啦吼，所以你阿妹就欠嘛個客值，因為我就欠個客愛。哦，你搶這些錢拿出來，又好也好，係冇？不要在節目上青菜因 K 愛好唔好？你們問講你要老去做 K 熊 T 嘛？妹妹，有點怪怪嘅。你做啲想你，你做啲想你，你阿媽做啲怪係冇？給阿志先來講下這個投資小白，你對呢個投資嘅應用版型開始。我們係多數型嘅投資派，就是呢保守派啦。因為你真係出社會過後，剛開始知道講哦投資一件事情，因為真係以前細嘅時候，後生嘅時節啊，就冇用嘅錢做嚟拿來投資嘛，所以唔判斷。我感覺講係看唔到嘅東西，我嘅錢不用出去，我唔知做嚟輸神去賭啊。我就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因為講，我自家對投資咩冇太大興趣，才佢就係我真係自家當難時去研究，還有我嘅數學真勁動唔好，大家都知嗬。係我數學真勁動唔好，故所我就感覺嚇投資當難就難時去了解啊。不過年歲進來進太過後，就會發現講，嘿，那係以後啊，我冇做細化。完全都會主動收入，運用加上按用就完蛋咧。所以你剛剛有講到你現在投資係儲蓄險呢方面，也係講其他方面。我係股票。唔係一開始講即係唔講。哦，因為我係喺老李㗎，嗰種係做啲標啲嘅片標動叫嘅嗰種。標到做啲傳宗接代嘅。冇唔錯，我全部嗌真子瑜啦，真子瑜，加回傾嘅。其實我至於動上場，我咪係出社會以後賺啲來投資，我嘅第一種投資是係買保險，因為係嗰種時間記得買儲蓄險，因為係我客應該朋友幾多個買保險，其實就讓我來保險，係我是老佢買，可是嗰種時間保險都會繳凍繳，所以納稅納20年，就繳20年，我是持到千重因。唔啲走險嚟嘅，做唔到都簽醫生嘢，我訂唔到。唔叫嘅啦。我咪係自動20年長久啦，所以嗰種時我是交一半，我是繼續，係和一開始我咪係真正到至於動上場，我咪對投資冇興趣，和就中間我是會去買東西，冇是出去了，和係到保後自家做阿妹了，我長啲講其實保險咪依重要，所以我到我態度時間是即係要賺個買保險。要應該下動作嘅也愛為自家資源啊，為自家生意搞來投資，比如講保險咧，講儲蓄人家都有東西吧。因為剛才談到好像是不錯的故事。後背有一聲音，個頭擺個到動艱辛、動艱苦啊！阿家呢來講下艱苦嘅故事啊！冇錯，就會捱嘅艱苦嘅研究係捱，因為嗰種時2068年嘅金融海嘯咩，我爸爸就
乘坐了那辆海啸，好，我给拜了。哦，好，就沉船的嘿呀，沉船的，因为係冇條路啊，故所呢，係嗰樣時陣係太好應驗先天咯，嘛解路唔啲，好。公司呢有本來爸爸，伊是咧退休金，佢就講好，佢來買胖買幾兩高，唔過佢就唔會行銷啊，唔會去沙機嘛，佢以為冇，就冇人去買，唔過要四個鐘頭前去買沙幣啊，做買，當家錢就冇咧，一次都幾兩啥，還有捱嘅斧頭加起來。存1000元嘅時間，1000元，嘅單位係新台票，也係講美金。係咩？美金咩冇當到啊？新台票嘅，有嘅張老闆講，誒，我睇冇錢嘅哦，跟住我去講講，好，我就想講，好，佢其實最賺錢嘅條路係乜嘢地方？唔知印刷廠，印嘅課本啊、書啊，係最賺錢嘅，係真印鈔票咩？印鈔票，我沒有去過，係印鈔票。嗰時候嗰陣時，我早晨去上課，啱好條去印鈔票，拜六拜日就去劇團做表演，安尼一次都係太好2年成張讀到係第一筆條期款，佢就開始買貨，一次都按呢，我做嚟生發下去。我唔錯，有錢都變哇，懂我也不是哎。兩下係有錢人冇對樣誒，兩下係那個包租婆，有個剛才包租。充電嘛，買貨。唔好記彈講記嘅買貨係一種嚇報數嘅買貨嘅方式。等下下一團佢係咪老太太講應用班去買貨之間，係包嚟幾隻成本所有嘅加速來賺錢，還有真正懂定咁個嘅，觀眾們想下，你平常時有哪一啲嘅投資嘅習慣？你一啲投資嘅習慣，做對本人帶來好嘅錢，也係講唔好電動係預了先嘅。等下就來繼續大家向下來分享了。我當上我4000嘅時間，我是從容易賣狼股，他我其實按用，就是你又可以把實體嘅錢是又其實又賣到東西，還有同樣做在存股啊，係，我係按用應該。安排過2-3年去退休係咪？差唔多嘛。唔係啦，退休誒？係要2-3年退休，我冇退休哦。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觀嘅節目現場。對於呢一團呢，一開始就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所以講，來看一下你面頭前，所以講問大家，你有做過哪道嘅投資？請大家寫下。第一個係基金，第二個係股票，第三保險，第四係房地產，還有最尾還有其他，你都前面4項是冇嘅，大家都係寫下來看一下。首先來問一下，你嘅小公主順項嘅甜甜太公主，嘿。你下面請到嘅 BC 有3種來分享下，你做過哪一類嘅投資哦？另外一塊是呢，就現在像有呀股票啊，韓國保險啊，韓國呀其他嘅。其實一塊是我就會報嘅儲蓄險，其實在太好1年成、6年成，聽就像講啊，畢業了以後差唔多就可以做得2到呀儲蓄險嘅錢。唔好講下有講我都冇單嘛，故說呢係講錢離開我嘅時間就會冇安全感，故說差唔多3-4張嘅我就攞去解約的。唔過喺我未嘅出社會以後，我又開始嚟報嘅儲蓄險，唔過其實我係報嘅美金的保險。太好嘅時就按多錢啊！因為佢時就講美金嘅利率會較高啲嘅，韓國嗰時我又知道，按樣做啲計較又懂偏離，唔是講一張嘅懂麻煩。故所我這時就報嚟講美金嘅保險，韓國股票我家就講嘅係長期嘅股票嘛，跟其他嘅我知道就係壓下我較會做嘅事情啊，就會我嘅 app 外有嘅同啲嘛嘅，就會比如講基本嘅美金嘅差唔多幾多啊？比如講28啊、27啊，我就計落幾萬來去賺那個差價，就算係捱一下，會差就錯。係換匯差，因為你用版來換，一條錢都係你嘅。韓國嘅美金你出去了嘅時間吼，你要做得換較好嘅，你冇錢外面做得按用，嗰時候我做都會用得到，又較有安全感，係就會捱一下就投資。想買東東，那未來按多錢，不如買。天下跌下來嘅。天下咩就跌下來。那你懂多錢呢？有咩冇懂到錢啊？因為款台這個應該所有人都有逼哈，因為近幾年 Money 嘅那個財經雜誌 Money 前那個財經雜誌統計哈。
假使提一百个投资新手投资嘅性格是，因为投资量低度来行，64%的人会选择投资股票，36%的人会选择买共同基金。其中呢64%嘅投股票嘅太弱係後生應好多，大部分是30歲到39歲這段，後生應好多。所以呢，我们真的还蛮符合那个，会不会觉得说，买股票咧，它因为可以零股就可以买嘛？唯有安向型嘅感觉哦，附近系因为安向型讲卖股票么？其實我買股票，我係買冷股，我咪係會以儲蓄險為主，因為儲蓄險佢唔是叫凍久，從我都係買6年，冇是10年嘅，喺呢一段時間我是會有一筆錢賺來，喺嗰筆錢我就要去投資，喺我係買冷股係因為。我當上我4000嘅時間，我是聰明以買冷股，我知道安樣，就是你又可以把實體嘅錢是又知道又買到東西，還有同樣做在存股啊，係，我係安樣應該放。安排過2-3年要退休係咪？差唔多嘛。冇啦，安做退休誒？還有2-3年退休，我冇退休哦。退休，咁白客，你就單想嘅係股票，雖然是啊。B，不過你要 B， 唔係英文字嘅 B， 你係因為我媽媽逼我去買 C 保險。我其實認識到你一下嗬，買咗300個保險。第一排吼，做乜嘅安用啊？第一排其實我而家強調係到大學嘅時節啦吼，因為信行就都有錢啊，就開始賺錢啊。我咩是講，是讓人講吼，我賭下來啊，唔會凊彩花錢啊，所以係買去買個保險。第一排嘅時節係記得係買個6年20萬塊啊。嗰條是雖然感覺當貴哦，不過你下看起來哦，慢慢存錢，慳算做得，後來吼我知道，哎呦。他做得嘛，所以繼續來買到大學畢業之前買了有一個6年100萬的。哇！你下前2年就2度咧。6年100萬等於講你一張月就要130哦。就要中130咧。160吧哈。160哦。160一張月都中按多錢？多有錢啊！傳統我太太講吼，佢投資最多，唔係你都有上百東西。嘿，錯。因為吼，我後來係知道保險經紀動用嘅事情啦，因為你的通膨啊會吃掉你的那個利率嘛，因為保險差不多是就2%停嘛，那個通膨假設係3%、4%，哎呦是不易實體咧，所以後來我發現到最好嘅投資是投資愛切㗎，我有以上嘛嘅，比如講線上嘅課程啊，學種音樂啊，也係最近啊，有嘛個主持嘅課程啊，做得去增進自家嘅主持能力啦，韓國就係醫美投資，本來自家很好試溫，很好染刀，哦，按用主持下多，價錢做得幾高。好嘞，你50個繼續講，我們這新聞白天為到後生台上工作出安多嘅扶車哈，還有新聞一號給阿志。可以講下，你就是投資小白，但是又投資股票，自己說不敢投資股票，但是卻只有投資股票的人。冇錯，其實我就大想要股票聽聽，不過你眼真研究冇貼起規劃講我嘅股票愛做乜嘅，我冇去看，我咩冇去關心。咁你都在投落去做乜嘅？冇，我就投錢落去嘛，我就本我嘅屋企人睇數我操盤來做買賣，跟住就唔會變新嘅錢入去咧，我就第8度嘅錢就可以來做買賣，就是賣。有賺到錢嗎？有賺到錢，不過呢，其實主要我咩係標的嘅片，就像那些我唔使用到，我就冇去用，就賺咗賭錢。哦，然後股票賺純股，來賭錢那種事情哈，給阿小鳳哈講一下，你有做過哪道投資？我真係衝過 A B C D E F G H I J K L。好啦，你來講一下，你投資哈，真的是投資王，所以你就做過。其實嘅基金有保險哈，啊其實嘅咩係老張保險共用，嘅咩硬未白嘅，你知嘛？因為嘅細個嘅主要哈係講誒。養老錢實體，佢係為到本養成一個儲蓄嘅習慣，係，其實佢用唔到乜嘅錢啦，咁人家講嘅咩話，最後通膨就實體嚟咩？唔過我做嘅係一個儲蓄嘅習慣，還有一個就本有個認知啦，唔提講說哦錢按嚟掉就不要，啊天天嘅後來吼我係股票，
係，喺股票方面，我就會投嘅國營企業，因為我老自己經營，我咩冇從頭去看，冇按看，好，當你只要是放起來，還要日沖當沖，我絕對不碰的就係，那個叫合資啦，合資，還有當沖，因為我知道講，我冇法按到嘅心思去研究，我冇了解啲企業嘅背後嘅文化，故所我嘅兩種我唔愛命。然後大家解釋啊，當沖就是英文叫做 daily trading，就是當日沖銷。這種我造型投影片，我當天就一定要回收，不管它又賺錢還是冇賺錢，我是賺一日的價差而已，叫做當沖。係啊，佢因為就話提供唔到但係創業係了啦。啊，我買嘅吼，因為我嗰種是太好行嘅學生，故所我買嘅全部係國營企業啦。簡單來講，就係講這種公司唔會倒嘅啦，係大家就伫嗰種台沖啦、中鋼嘛、台肥嘛，一種絕對唔會倒嘅嘛。啊，後來我嘅也沒有弄人家講到績優股啦，就參加股利天天，啊，嘅股利又比保險嘅利錢還較高，係啊，然後尾做得攞幾份險金，唔是講本期特定講6年、10年。啊，我後來我嘅績優股我就變做電信股嘛，因為咩啲嘛，台灣嘅電信公司基本上咩唔會倒嘅嘛，我就專門投嗰種唔會倒嘅，攞去參加股利，係也係我嘅股票。啊，對太後生來講，我嗰種是1年哦，算起來差唔多有2萬到4萬嘅股利都得輸。哇，怎麼上股利呢？上股利，也對投資嘅人來講啊，也會餓死啦。不過對我學生嘅來講啊，係重錢儲蓄咧，係我出安尼動過啊。多出來嘅錢，都係人用人花錢。古時人家講股票13元高，我有93元輸嘛。其實我咩冇賺，對投資嘅人來講，我安尼唔按到賺錢。不過最起碼我冇了錢。冇了錢全。係我當作重錢天天。給房地產嘅部分呢？啊，就嗰種是哈，台灣有流行嗰種小套房啦。啊，其實小套房嗰種是。啲中南部佢冇按貴啊，頭期款可能拿10個萬係出來哦，整件10個萬哦，因為嗰種地方可能就200出頭，好可能冇300萬，嗰種時就有誒。故所拿10個萬係出來。你係阿媽媽嘅30年嘅樣子嘛？冇按舊，其實19年前啲中南部，佢整件冇按貴啦，佢整件冇按貴啦，200出頭就有了啦，係只是。嗰種是冇上按到，當然唔低啦。喺第一發其實10個萬呢，一張嘢差唔多叫不到2萬塊。係，你可以擁有自己的一間套房。係啊，嗰種是我最後尾係轉賣，承接給下一個有緣人。賺差價。係啦。賺到幾多？其實賣東西就按嚟嘛，賣東賣西嘛。我啲嗰片賣，1片有人愛，我就本錢嘛。係啊，也就聽阿爸啦哈，聽阿爸啦，真嘅。阿爸。嘅黃小鳳咧，佢又搶按太嘅妹，攞按太嘅奶。我要搶 K 妹，K 妹。佢早仔就很愛 K 個。唔好我唔係講話嘅深夜節目啊，嘅阿簡呢，家要講到存到1000個，係3嘅夫頭地度存到1000個。底下嘅B樓主全部要投資，係嘛個一回事。因為咧頭擺覺得動艱苦嘛，故所咧喺個係用 A 老師係咪賺到錢已經要死嘅，故所係聽說動腳就都會賺到錢。唔過咧喺個本錢冇啦，你再個做 B 啊 D 咩做賺唔到錢，故所天然就3萬賺錢，過後咧用本錢去買股票，還有買屋。我就想講買屋，都會賺較多錢。故所我係去上課，上線上嘅課程，佢還會教你去看屋，一隻屋做嚟買屋。還講你啲嘅老人談價錢嘅時間，線上咩會打電話，頭咧老人來哦，老人講你一隻價錢做嚟就做嚟。講交易啊，懂超破片咩讀到後形上，咩讀到後形上，所以而家後嘅現場帶你上天。那這幾年馬祖破地啦，買屋，哦，共同多邊咧，買屋。不過談講，但像你做嘅買屋，和做嘅賣出去係因為人家真的是家族企業，冇錯，家族嘅企業，家族企業在做，是嗎？錯，我要似啲阿叔。
讲我爸爸喺八十兄弟，係上天，記得自家都有自家嘅專業，有人係做奶水，有人個做裝潢，有人係做鋼筋骨架安尼。嗰時候係做得用當便宜嘅錢去買嘅當爛當借嘅屋，再講我爸爸裝潢個嘅老家上天，向下咩都東江過後，就做得大步賣出去。東涌詐騙集團誒，好厲害啊！有嘅說法。喺台灣呢年差唔多亞布卡嘅錢，政府打的就這種人因為你看，家屋卡家伢爸爸用提子嘛，安到生嘅巴沙用提，伊啥做鐵筋，伊啥做奶水，伊啥做木匠，伊啥做裝潢。OK，俺家中古屋賣本銀，我一個人我只要花100萬，我就可以全部弄好，可以賣500萬。冇錯，就會按呢。白看。阿姊，你要講嘢公司啊，你要講嘢公司啊。阿姊係阿姊。動夢煙啫啦，哦，真嘅啦。不過安用去，我覺得家呢又來好，因為一毛出去過後，你那個絕對唔單搶那個什麼100萬子女走在走，還有聽一點做，自家屋卡你來走，你走得放心，記得走的品質。冇錯。今天談到太港哈，我真的覺得哇，大為吃驚，尤其是由於生意寸到一千口，喊到在傳到價千萬嘅故事。大部分觀眾朋友閒聊，等下轉來問太大聲講，投資嘅世界有了解者嘛，跟物嘅經驗咪，等下轉來繼續來向下來分享了。名路啊，有隻 YouTuber 用到財鼠兄弟，佢哋就翕物嘅當簡單嘅樣片，本初學者來學習，來應用辦投資。唔係高低兄弟哦。高低兄弟比較沒腦。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今日到大家講，這個用辦型好嘅那條投資，比如做過那條投資嘅方法。不過，你下市面上那種投資嘅手法，青島啊，這樣講，然後有青島詐騙。對種講，你看到那條投資嘅時候，都係用辦型去相信，你身邊用辦型，你知道那個投資嘅方法嚟，白劇用辦型來知，用辦型來投資咧。其實我非常感謝嘅羅太哦，因為剛才有講過，佢哋下到大學嘛，係同埋個企業管理學系又學動到又到經濟又相關嘅東西學門啊，所以其實咱來講哦，必須哦，你下就動到個管道學習管道，譬如講名路啊，又隻 YouTuber 用到財鼠兄弟，佢哋就翕物嘅當簡單嘅樣片，本初學者來學習，來應用辦投資。唔係高低兄弟哦。高低兄弟比較沒腦。你冇講，因為財鼠兄弟，佢哋真係翕到有內容啦，做得俾你學到東西，又唔會當困難。不過咧，後來我發現到，你了解了遊戲嘅規則，不過咧，你敢落去係另外一件事情咧。所以我覺得現在我需要跟梁靜茹借勇氣哦。這個20年前的梗就不用再講，啲阿妹就談過嘅。不過正經家就講到，你了解用辦型教，你就知道遊戲嘅規則，你敢正經落去教，理解你敢正經落去教。係，像我自家嘅資訊，差唔多都係我行業攞嚟講，又係啲名路，尤其係 YouTube，真嘅係當好用唔掂喎。剛剛記得講係財鼠兄弟，唔係高低兄弟哦，財鼠兄弟嗬。韓國係知道 YouTube 其實有當到做啲講義嘅，但我有當到嘅理財嘅 YouTube，做啲講義講，用辦嚟賭錢啊，用辦嚟講，用辦嚟存錢按用。韓國係看底位度嘅 YouTube，叫咩位講義講，用辦買嘅什麼美股啊。比較賺錢啊，韓國一些股票的資訊，其實都做得啲底部都好得多。其實佢哋講，我行業會講嘅，其實講到家下假你要講到嘅房地產，像我爸爸就對房地產，佢對投資都有概念。佢有時到房地產係講，你買嘅話就會二次價，唔會像嘅股票嗬跑上跑下嘅感覺。韓國咩做得有當到嘅資訊做得本你了解。韓國有陣時係咪會去上一些就是那種買房地產的那種講座，有報名啊，但是我都冇去，但是我都冇去。不過我冇人跟假設你想投資房地產，就冇人記法。你有冇看有人做奶水師傅嘛？冇啊。有人做木匠嘛？冇啊。有人做裝潢嘛？冇啊。
要买个股干的，师傅你要摆几张车啊？真给阿七，生意便宜点位啊，吼，做得。给阿家呢来讲下，这个用百姓提到投资了就自信，因为哪位来？因为加把油8在上天。哦，原来安尼。因为头摆咧副头单枪存到1000元的时间，我就唔相信我嘅牙的咧。唔可能，我唔喺拖嘅金融有關嘅考慮啊，金融嘅產咧，我就去送給先送課程，因為而且有本金嘛，嗰時候我就是先送行銷課程，存到錢夠用咧，再去送嘅用辦投資、用辦買副嘅課程，嘿，感謝先生。安子正，動起來動簡單，動起來動簡單，動從咧無個吼，哦，倒來這片我就把它拿過來形容。講到它動簡單形容，讓配後咱水形容，安簡單。那股票呢對，還有什麼 K 線，那都有投資的方法啦。剛剛有講到當沖、日沖那都有東西，因為基本像安尼性格使人嘅，根本唔買啲啊，阿自己咧，唔可能。其實我真嘅對投資啊，還有股票沒有了解。唔講你因為我後來有主持嘅廣播節目，啲尾都有一個財經專業嘅先生，然後佢向下主持，佢就當然咧會來你嘅聽眾朋友分享講，我乜嘅係投資啊，乜嘅係股票啊，乜嘅係基金啊。我自家咩係啲一隻節目啲尾都好多錢咯，一隻節目做人都發用人生咯，發揚大家舒糖，用嘅。因為呢個內容真係當見啊，用非常生化嘅方式。就可能講，就會生發當紅嘅故事，然後就可以轉做呢個經濟學，就講呢大家按樣咪去投資。唔過都一下，雖然我哋咧係乜嘅意思，唔過講下條前唔係乜嘅講嘅遊戲規則了解咧，唔敢戲，唔敢落。對，我唐太過後。還係冇改變。好啦，跳下去食，該梁靜茹容戲啦。真嘅，我就會。知道咧係唔會有人推你做第一步過。我有欣賞。盡管有人土地你去做第一步。用辦落下蛋了下喊唔啲真嘅，看到籃子不敢下。錯。你講用台賣倉咧，阿伯呢咧都佛教安套東西，唔講唔敢去偷，你不知道這個挑了之後，賣轉冇卡切過來地步會無信麼？係，我要衝麼，都唔啲。啊，衝係。董學生，跟唔做哋每你嘅投資王小鳳，做哋老太家小記好冇？冇啦，其實我嘅就資訊嘅吼，咩喺當到喺名路方啦、親戚朋友啦，誒即個也愛啦，嗰度一開始吼，一定同佢講嗰條即個賺錢嘅故事，嚇經用啊要賺到錢哦，當傻批哦。其實我聽見條了錢嘅故事。嘿，佢就是會講好嘅。嘿，故事聽久了以後，哎，見到風神呢，可能10分鐘就講脫了。啊，講個了錢呢，都講幾下子。3日。嘿，因為我聽見到了錢嘅故事，你這樣子講，哦，我注意嘛個。失敗嘅經驗。係，冇想講，我自由去賭錢天吼，我用1口我去賭個10口嘅東西。係，嗰種就千萬唔好去命，嗰一跌到放唔起，綁唔起咯。我老到王小鳳喺心情唔好嘅時節，拜託隔壁阿伯嚟講下了錢嘅故事，俾佢聽。錯，咩錯？因為我特別行，我都想啊，我用我冇賺到錢，聽見到故事我就動聽。我懂法。佢在下中啊，聽完了幾千萬嘅，我冇賺到錢，我未做得。哦。跟你自家經驗冇聊過錢？我有啊，當然未聊過啊，還記得冇？2、3年前，台灣有一支股神。台灣的股神係咪概念？唔啲。台積電。台積電，嗰時我就買誒，嗰時上37條天天咧。2-3年前，應該唔係2-3年前，係差唔多，可能係30年前應該就唔錯。嗰時上37條天天咧，我乜想唔到，嗰時我春2萬我就結個買鐵咧。今日下後加一批買唔進來哦。誒唔單止加一批，老太太講，誒6樣嘅基本嘅嗬，台積電嘅股票係613口。很多戲啦，係很多戲，誒，佢買時係30口。而家地講叫我賺錢，而咩唔敢買？我一到底買都買唔得咯。正經因為遲到講一種東西，你唔會想講哇台積電到呢下哇人人搶手，你話賣咪賣唔到，不想也不敢賣，你咪唔敢買，嘛唔敢賣，該費錢，你會按用錢麼？因為到你喺度投資嘅，你係用辦錢學到嘅。我從頭到尾上去咯，我知道。聊錢嘅時間我冇聽統計啦，所以我淨係聊到錢應該算冇吧？係啊，應該算冇。係我其實頭擺未有一波時間係買共同基金，我還記得嗰係那是一支新的基金，股票型嘅。我買嘅時間佢一個單位漲20-30塊，和後來股票大漲，其實睇等於嘛。
佮涨到大概50几、60几块的时间，开始全部赎回。可是佮保后一直涨到100多，因为系涨到100多。可是我是都投资是安用的啦，是就是我50、60块期间开始赎回，开始冇了到钱啊，只是讲我冇传俺都听。哦，因为变到了他做在退休的呢。真真嘞，有我俩前天做在退休，因为刚一开始就上一台节目老台在讲到讲因为我们网络上有财经杂志到统计嘛，就讲30到39岁，第一百加岁投资岁买股票，加岁40到49岁，第一百岁买共同基金，你空调爱。我没有。怎么搞？卖呀共同基金嘛，有的人因为知道，因为可以交给经理人代操。你自家50岁，我应该自家，我应该自家系卖股票，应该我每天还要看，或是说我怎么样操盘，应该自家来走。当然我也可以交给经理人。不过仅给来走的共同基金，还有很多型，比如股票型的、债券型的，你都动到某种的基金做对来投资。不过仅给有人投资吼。走到穷探呢，两代摩西命里注定没有，他还是要强求。你搞来讲他朋友的故事。真应该有个朋友，我真係知道佢聽談心呢，因為靠近係朋友哈。台灣個朋友都會去㗎。係朋友啦哈，因為朋友相弟係嘛？唔係啦，你跟他講講，就你冇做的。哦，一唔會講哈，因為吼講藝迄幾時間藝咩唔啲吼，佢迄購買嘅當沖啊、合資啊，也就反正就係股票就炒咧，跟住就是講藝同一批，因為吼佢起開始做起到差唔多20萬，睇下就講做起到20萬，不過佢想都想唔到，結果佢股票呢跌停板了，完全這20萬完全都冇咧，係，就因為佢說。佢聽談先嘅啦，韓國佢20萬吼，佢全部嘅基金，嘿，估計佢幾時間喺一瞬間就是變成零元身價咁樣，嘿，就會聽談先嘅啦。佢有過去關心佢嘛？有關心佢，唔過佢就冇攞嚟講法咧，挺傷心的啦，沒某些東西啊，沒某些講法咁樣。希望佢哋下還用呢個難為20萬做嚟投資。不過正如老所有嘅觀眾朋友嚟講，嚇，就是講，你投資聽說要賺錢，就要有了錢，自家做好廣告，你投資到底係好也係壞咧。假使你有了聲音過後，敢會搞佢投資咧？等下再嚟繼續由大家向下來分享喲。而家喺真嘅賺到多錢，不過呢，你會投資，冇乜嘅險事，咩難是去了解法，就唔是特別去做嗰樣嘅投資，去冇嗰樣嘅風險嘛。可能嘅投資就係買大樂透。係，因為你本身就賺咁多錢嘅啊，可能你完全唔需要對其他嘅東西。全部聽這條誒。大樂透下叫嗌保牌，當3萬求聽聽。冇啦，冇錢你保牌。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因為上一段新聞大家講，你自家投資要係賺錢，也係講家就講聽談是結果了錢嘅故事在裡㗎。你下再繼續嚟問，你知道投資真正咁有講，佢聽出係好，也係講聽出唔好嘅素材冇？其實我知道係一款設㗎，但是對我來講，我做投資當然係好啊，因為呀投資嘅錢吼，就係你設㗎應用版來去運用。韓國有常常因為談到那個錢滾錢啊，利滾利啊，我知道按用嘅錢比較活化一些，唔會像平常時的去賺一點錢啊，就好像是一般的薪水這樣子聽聽。故所我知道投資其實係好嘅事情啊，不過寬用版去投資聽聽。即係講你權益自家要結態嘅，要個事物做得是咧寫入。因為對你家來講吼，而家案的話，主持案子賺3萬5萬太慢了。股票下跌，股票下跌，那就不是3萬5萬，是30萬50萬。冇可能吼，嘅白欠先生，你對你來講投資到底，你會想去投資冇？也係講你對你來講投資真命的。其實對我來講吼，投資我先看你自家嘅個性，也係看你自家想要去嘅目的啦吼。因為大生嘅想法啦係冇強用嘅，唔係講吼，假設係富台下錢嘅銀行是做咧做高風險嘅投資，唔係咁樣講，唔係講吼，富台下錢啊是做咧做
低风险，咩安用讲，所以看伊一个就对我来讲吼，我就知道自己非常了解，我是唔想我让那个钱哦是病到个远方啊，地位都停啊，所以老去病到只上水不以钱滚钱，所以了解这个个性，เรา目的係屬於好解。係，真嘅，因為你係性格好窮嘅，你好心泡泡，你可能佢嘅性格就適合那種比較當沖的人，玩概念當沖哦，他就是要很會研究，而且他又又細嘅很愛研究這種人哈。那又因為他是懂博學，他就覺得說，比如雲紅那一年我賺了1點多的那個活存，或是說我做那個數位活存，我1點多我也開心，應該沒動條啊，有沒有又按用應該嘅，該壓自己的。我感覺投資其實無聽說係好還係壞，主要就是看你用埋去管理自家嘅錢，因為那係你本身賺動到錢嘅話呢，你那係真嘅賺到錢，不過呢你對投資冇乜嘅興趣，咩難是去了解嘅話，就唔是特別去做按樣嘅投資，去冇按樣嘅風險嘛。可能嘅投資就會買大樂透。係，因為你本身就賺動到錢嘅啊，可能你完全唔需要一啲其他嘅東西。全部跳這條誒。大樂透好叫嗌保牌。當3萬球天天，冇啦，冇錢你保牌。我感覺主要呢係喺你賺錢嘅能力，還有管理錢嘅方式。真嘅，就係講唔假使會管理錢，你就真嘅，對你來講大方事情就做得去吃。唔假使係一隻看到錢就唔想管理，我卡度嘅錢買哪裡都錢沒動，那種你覺得他會做好投資嗎？冇可能，根本就唔記得我籌備條那一點。我媽都講愛對錢有禮貌，愛對錢有禮貌，錢讓愛對你有禮貌。請謝謝對不起啦，我當接講。今日你有對人個錢講派些新聞按字寫嗎？我都懂準應該錢哦，當然哦，我們都係知道自己講到懂唔錯，有年呢就冇中意按高風險嘅嘢，像我有啲朋友，佢喺條路就去做風險管理。去管理，去評估一隻公司會往題目，就要這個風險管理。唔講咧，佢真是做到有偏咧。佢一出門嘅時間都會，風險管理之間會唔會半差嘅衝動？真係算幾率，有咩佢會跌高係嗎？因為從差行路數就係經驗。數據你講14路還有這樣子，有差路這樣，要跌頭10問路。冇係佢要用數據來分析安尼。故說佢買股票從來唔是有失敗過，全部都賺到就聽得幾出好從來就幫佢捱咗聽得嘅，因為佢係捱好。小雞唔係啦，假奶。我們故說呢，佢真嘅係上班當認真，風險管理做得當好。要足夠聰明賺錢的哦。真嘅，你投資方面可以算幾率，我相信。另外，用辦法算幾率，真會半差衝動嗎？這我不相信啊！我可能除非佢真嘅會算命。不過講假要講到講真嘅，假設自家要下一台就係講，平常時安尼上一台就用辦法教安尼來投資，自家用辦法教安尼小朋友來投資咧。阿輝，你會教孫寶來投資嗎？你下開始有搞記得，可是我有從開始有老記得買好是係壽險、老醫療險，因為越後生嘅時間買是係保費越便宜嘛，所以記得出世嘅時間我是老記得買好保險，很想講記得係倒台咧。就是基本的保障都有了，和自家存改錢是做在自家拄起來，和從兩下記得上市會去，有一些外快可以賺嘅時間，我咪係撈佢抽成，我是其中我當上李家家媽媽，咪抽成啦，是係撈佢規劃一啲啲哦，拿出來存狼股。不過狼股真係當方便，因為你送名是走在賣，你喊送名走在，你有手機啊，你看1000塊定期定額，你走在賣狼股，然後風險就隨時可以兌換現金，假使你兩下真嘅動細了，現在隨時就走在買的，所以家就講到就動到後上英雄講，現在好像是一個投資股票非常好嘅時機嘛，係冇？兩下唔係啊，有冇？對後上英對後上英係啊，因為當風片，它有個。因為你狼股金額是唔會從你買一種股票很多嘛，但對我來講，我可能買一種股票，我100要出去嘅錢是
动豆哦。可是卖浪骨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应该好心，这个心肝地图好做得接受讲，一滴切安因存。一切安用金嘛嘿，该后背该投资方投资台词为上课咧，大家你哥哥来读了。冇啦。其實剛剛講嘅，我一聽我講阿媽嘅弟講吼，也做生意嘅概念啊，100萬存1萬嘅生意有人做，一個100萬存1萬嘅投資絕對冇人做，係因為100萬存1萬嘅生意啊，嗰是因為夾穩，我嘅100萬做嘅東夾就穩轉來，再個去貨穩錢穩貨，係，個太好家行唔會行嘛，故所錢就較定，唔過你有想過冇？你迄錢去買對嘅貨，係佢就絕對做得穩錢。係，那迄錢變到掠下，佢行係幾條錢？係，佢說錢穩貨，貨穩錢。100萬存1萬嘅生意有人做，100萬存1萬嘅投資都嘛冇人做。家講啊，也變銀行利率幾多？然後青島，人家活存不到1%，不到1%嘛，係啊，佢就從嗰100萬存1萬嘅投資啊。那凊彩變等存股利，咩最少咩有3%起跳，係冇？我用我100萬去做個1萬嘅投資咧，故說一個投資吼，咩分動多種，家有唐伯儉有講過投資7家嘛。係啊，你未去做醫美哦，睇唔出來呢。我冇啦，係啊，我安尼還要，咁咪大送錢。按那干盤油，我也要叫你把那個名字給我講出來。唔係，我一定要把它拋到黑名單。從投資7家好根本，你看最後做鍾雙英主持人。哎呦，你未去做啊？我冇啦，唔出嚟得。有啲人拿這家用到講嘅跳那模吼，踩到碰吼，最後請個有錢嘅阿伯吼，不一樣。你說係投資啊？投資分動多種嘛，係嘛？嗰種嚟說，嗰種風險評估啊，像飛行機加工嘅零股，其實嚟說零股最後高呢。當你就做在買賣，嘿，可以一張吼，你就專門新手入場，你就挑那個一張幾十塊，60條、70條嗰種東西，可能有錢就買100張，冇錢就買較少條誒。係啊，就做得人賣，有上時候有錢就買100種，這也是不容易呢。冇啦，冇，因為個單位係幾十塊。100個單位。對，100為單位，啊，佢係60塊、70塊。你有時候應驗吼，你就說，基本上穿到200片檔，因為佢個單位係幾十塊嘛，你不要挑那個100多塊的。挑個60、70塊，按你搞就做得嘞。正經哦，呢個黃小鳳正經係投資達人。你喺網開始，冇啦，已經應該投資網。小額投資啊，係訓練7家啦。真正，但是我們那句話還是要講，投資一定有風險，基金投資有賺有賠，申購前請詳閱公開說明書。錯講，所有嘅觀眾們聽錯，要講到呢幾位就講嚇，你投資聽錯又聊天又賺錢時間，看清楚自家適合哪種嘅投資，將為冇時還係強融能出場下禮拜強一隻時間，你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工，要他太假工。拜拜。海新豐小富，海新豐有投資我把油放喺旁邊，不講誒，給鳳梯山日神，鳳梯山，還有亂風啊亂趴立架，我就算發光，佢喺馬祖婆。馬祖婆。投資眼。